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1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暗时看年天气会真凉冷，北部、东部上低只有14度。今仔台北市政府会出动重庆的警察分3阶段交通管制。宜兰县长林主标涉贪等4案，经检方求处20档的重刑。宜兰地方法院下晡2点半1审宣判，hom判12档6个月。65岁老大人免纳健保费的手法，因为争议上大，调解决定要继续协商。另外，80岁老大人请外籍看护免巴士量表，早起立法院3读通过了。来看上新的消息，宜兰县长林主标涉贪等4案，检方是求处20档的重刑哦。今仔早起，林主标是强调讲，伊是清白，法院会行以公道。宜兰地方法院伫下晡2点半1审宣判，林主标嘛亲身去法院听判决的结果。法院是以道理、洗钱、有公务人员财产不明罪，计共是判伊有期徒刑12档6个月，褫夺公款6档，以地方制度法停职。宜兰县长林主标涉贪等4件案件，法院下昼2点半要宣判。林主标早起照常主持各大官务会议，也让我们这个持续的努力。对官司，林主标是讲伊光明正大。直面光明磊落，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谢谢。检方指控林主标涉嫌指示县府的官员，导致地主免缴土增税，白花打甲铁，2020年总统大选宜兰竞选总部的费用，也有7844万的财产来源不明。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收取无正当的利益，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嫌起诉，涉贪的部分求处20年的重刑。林主标批评检方先下旨才违背。用恐吓、武力的方式不当出口径，伪造笔录，虚构犯罪事实。4件案件总共15位被告，涉案的官府官员、高雄处长黄志良、罗岗处长康立和等人，今仔日也照常参加官务会议。若是林主标因为贪污被判有罪，到时县长的课就会由副县长代理，县府的一级主管也可能因为案件有变动，影响会真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暗时就是看年暝咯。气象署提醒讲，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佮有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哦。东部甲恒春半岛会落淡薄仔雨。元旦开始，南方的云系往北，各地雨水就会较济。想要看2025年头一道的日头灯，该看运气咯。对云棚内面会当看到日头，3日的日时各地天气大致是多云稳定。不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和东北部的天气感受较凉，低温差不多15度左右。另外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是有小可短暂雨。在入暝了后，中南部山区是转小可短暂雨。各地元旦要看第一个日头，都要看敢有好运。今天晚上开始，中南部山区逐渐转成有一些短暂降雨的天气形态。注意到明天云量更多了，相对几率有一些几率比较偏向西北部，可是整个我们记得第一道曙光出现的地方，还有南部地区云量都是蛮多的。1月初一开始，天气的感受是同款较凉，受到南方云系北扫，各地有小可短暂雨的机会。接落来1礼拜，会各有2波东北季风增强。当来看2024的天气，到12月29为止，全台年均温是摄氏24.97度，变作1897年以来上热的一年。全台有8个测站拢创迄站上高温的记录。1月份跟2月份是1年当中温度最低的2个月份，所以在这段期间，同样的会有一些大陆冷气团、强烈大陆冷气团寒流影响的几率，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另外，2024年全年的雨量这方面，虽然讲累积雨量要正常，不过降雨的分布是无交分，春雨和黄霜雨拢偏少。热天、秋天是因为受到风台降雨影响偏济。秋台升15个是史上降期第3济。来看2025年，气象署检判讲，1月到3月，各地平均气温是活正常的几率较济，雨量是正常到偏少。记者综合报道。
特别迎接2025年咯，台北市政府头前会有跨年暗会，信义区会有非常多人潮。今仔暗时会出动上千的警察，分3阶段来进行交通管制。超商准备的物件嘛比平常时加3倍到5倍。即马超商的门拢先拆掉，来方便民众出入。今年下年拄好是上班日，台北坐稳42点钟无休困，因为除了台北市府大埕下年主要的舞台。还有歌手张惠妹伫大巨蛋的演唱会，有信义区的上班族为着要闪开马嘛大量的人阵，决定提早下班。我中午就走了，下班直接回家。会啊，就会担心等下下班怎么办。年轻人可以跨年，给他们嗨一下，我觉得1年1度还可以接受了。信义区进行3个阶段交通的管制，一直到饭店过3点。台北市嘛出动1000的警察全面备战，除了派警犬加强巡逻，检查敢有违禁品。警方也有配空袭机的烂炸枪，若出现无经过申请的空袭机，就会甲砸落来。晚会及释放烟火期间，为避免发生民众推挤踩踏，信义分局将针对人潮易聚集的区域，规划防踩踏小组。去年台北下年的暗会有超过17万人，交通人员趁日时搭临时的基地台，确保信号的品质。各大超商嘛拢已经准备好势，要来抢下年的商机。OK 甲全家便利商店库存量增加3倍至5倍。那7柑仔店是出动行动购物车。我们有这个行动购物车，同时我们今年也首度增加了我们的这个热茶车，还有我们的咖啡车。莱尔富台北市府附近的2间店头，嘛甲玻璃门拆掉，要缩短民众排队算小的时间，嘛增加10倍卡手。临近信义区周边商圈的10几间莱尔富门市都有望增加3日4成的业绩。为着要伫下年暗会会当占到一个好的位，来看韩国团体表演。有歌迷从一暗8点就来遮排队，就算天气寒死死，嘛无法度阻挡因的热情，要做伙欢喜迎接2025年。记者综合报道。要参加台北市政府跨年暗会，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哦。台北捷运为着要鼓励民众伫结束的时坐热线，所以宣布讲饭店到透早的6点，台北小巨蛋南港3民上车免费哦。上北市公车尾班车上暗是1点发车，公车的路线嘛有增加。因应跨年的人潮，台北捷运42点钟无休困，而且民众若是为上山新点线的台北小巨蛋，也是南京3民站上车，就会使免费坐车。跨年活动结束，民众坐捷运线场，定位邦南线，搁有淡水信义线的车站上车，人潮集中伫这2条线，超过人客人。台北捷运鼓励民众加行一段路，到上山新点线坐车，避免甲邦南线的人阵相克。台北捷运宣布饭店过到元旦的透早6点，为台北小巨蛋甲南京3民站上车就通免费坐车。往年跨年的时候都是超多人的，那如果大家在那个时段有一个就是免费的话，大家一定都会往那个地方去，就会有疏通的效果。另外，台北市信义区为3日暗时7点开始，分3阶段实施交通管制，下尾市政府4个位扩大管制范围。暗时10点开始到元旦3点，亲像国父南路以东、中孝东路以南、信义路、曾景路以北、商人商德路以西，拢禁止车辆出入。也若公车的部分，台北市公运处规划，除了有经过信义区周边的38路公车，延长营运时间到1点半，也会增加3条线场的公车路线。那民众可以在仁爱延吉街口搭乘我们1号线往捷运忠孝新生站，那也可以在吴兴街口站搭乘我们2号线的一个接驳车，那可以往公馆。那3号线的部分的话，是在信义松的路口，可以搭乘往景美跟木栅地区。因为我们的路线是比较在靠近那个捷运末端站，有经过捷运的一些公车路线，那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需求那所以我们有规划6条的这个路线呢，它是在配合这个台北跨年活动，那延后加班到那个凌晨1点。新北市交通局也安排16条公车的路线延长服务时间。新北市交通局表示，按照过去的经验，亲像往南口937、920路线，搁往三峡的939路线，人潮会较济。民众通为公车动态系统查询目前的车班，顺利出门跨年，也通顺利返厝。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
世界各国嘛拢在准备跨年，英国的伦敦会放烟火来迎接新年哦。也毋过伫德国，因为耶诞节发生汽车驶去弄市场，造成5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所以德国嘛加派警力来协助地方的活动。美国纽约警方的证据是显示讲，世博广场的跨年应该无受到威胁。另外，伫巴西里约海边的跨年活动嘛出动3300外的警察，嘛应用人民的辨识系统。美国纽约世博广场已经甲水晶球安好势，大家等咧做下年的测试。纽约市警局30表示，针对世博广场庆祝活动相关的证据，目前并无具体可能的威胁，不过会采取各种安全的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到时也有防震溜啊专门小组，会针对封锁区内底的批桶、甲自动发卖机来巡逻。A tremendous amount of police resources deployed of our elite specialized units, including our emergency services unit, who will be strategically deployed throughout the area on rooftops. Our K9 teams who will patrol with bomb-sniffing dogs. 结束2024年，全球准备要迎接2025年的时阵，安全是各国当局考虑的重点。另一个德国捷达发生圣诞市集汽车弄入去死亡的案件。目前已经加派警力，希望大家下年暝会当平平安安。Da gibt es einen unmittelbaren Zusammenhang, aber alle Täter sollten wissen, wenn sie irgendwas tun wollen, wir werden hart als Rechtsstaat darauf reagieren. 巴西里有真出名的科帕加巴纳海沙堡，安装到时会约入来250万人来庆祝。今年有更加加强维安，光是海沙堡的范围就部署3300个警察，也拿金属探测器、无人机、甲人民辨识系统等等的监控，拢会来使用。英国伦敦下年暝表演要使用的12000个烟火，当咧做上尾的确认。到时会伫 Times 河的河边看到11分钟真水、阁有气氛烟火表演。另外，南韩因为济州航空空难，全国当地咧7天的哀悼期，首尔当局甲几个企业集团嘛宣布取消几场下年的活动，歌手团体嘛暂停宣传或者是庆祝的 party。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昨下晡第2届交保哦，伊是先登去厝里换衫，再来甲牵手单飞机去新地病院看爸爸。民众党的立委吴国昌是批评讲，检察官威胁郭文地，无要防羁押，就撕掉党主席。也毋过北检是强调讲，是郭文地主动提出要撕党主席，检察官是无表示任何意见。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第2遍交保，登去找了，就随过去台大病院新德婚姻看因老爸。加油！就伫咧病院门口的小草送平安符给加球，郭文铁会走向支持者礼仪无加讲。上车的时阵，看到伊的正脚有挂电子卡镣，就跟2-3天前来看是一样的状况，那也认得出柯主席。伫机仔庭，郭文铁捌讲，伊家己抑有几落件官司爱面对爱出庭，若是无是党主席，规个党务会无法度运作，就要交互吴国昌斗相共处理。和外界认为是一个指派接班人，也过民众党否认。主席的意思是说，请黄国昌来处理啊，他没有讲代理改选啊，是党内是有一个程序，党有党的整个规矩。好，今天不是谁来钦点，那我们会把主席的看法，我们把它列为重点。依照民众党的党章，那郭文铁事迹会随开中央委员会处理，那个月来办主席补选。伊若被点名的吴国昌本人是批评台北地检署政治办案，只敢互郭主席2条路，若是羁押就是事迹。自诩为民主法治国家的检察官。自甘堕落为鹰犬，在公开的法庭上毫不遮掩的逼迫柯文哲主席辞职。我也要警告民主进步党的主席赖清德，台湾民众党不会屈服，也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被击垮。北检专案驳铁，讲逼郭文铁事迹是不实的报道，错误带动社会舆论。郭文铁是主动提出是党主席，检察官并无表达任何意见，千万唔通带风向，伤害司法的公信力。记者综合报道。
郭文泰伫记者电讲哦，伊要辞掉党主席，帮立委黄国昌来斗3工。前立委蔡壁如嘛小听黄国昌接面，也毋过哦，蔡壁如是认为黄国昌要接党务，搁爱伫立法院带领党团。那党内有其他的人才哦，应该分工。涉及惊花声，也个政治献金卖的民众党主席郭文泰第2遍交保。因故于31道才行出北京，无到1点半钟，北检就正式将会依法再提控告。那3位检察官话讲得很白了啦，柯文哲只要是党主席，就没有办法避免跟这些党公职接触，所以必须要继续羁押柯文哲，把检察官的脸都丢光了。我们期待，也希望这一次针对北检的滥行抗告，高等法院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决。身兼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召集人的党团总召黄国昌，以批评检方用羁押做武器，逼迫郭文泰是党主席。因过北检澄清讲，是郭文泰家己主动提出要辞，检方并无表示任何意见。因也对郭文泰伫咧庭上直接点名讲，希望黄国昌斗3工。怎么党内也出现小听的声音？党务交给黄国昌，是要让他接任他党主席的意思吗？可以这么解释啦，他对黄国昌寄望很深，那我也是啊。如果又要接党务，那又要在党团里头，那其实就是要把它分工分配好，这个是选项，也是一个难题。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主席好不容易重获的自由，不会再让赖清德政府用那种暗黑的手段继续剥夺。对于台湾民众党而言，最重要的此时此刻就是这件事情。柯文哲是我们的主席。大家拢伫咧注意党主席接班的问题。创党烦恼蔡壁如即马辞掉台中市政府的顾问，表示要参选中央委员，也被看作是保留要争取代理党主席的可能性。因过伊正无奈讲，即马党内敢若出现要动议的声音。现在党内的状况，我跟你讲，我确实是不知道。看起来是党内是一致团结啊，那团结党逆党回去党中央。是啊，这种话从他嘴巴说出来，不会啦。昨天联署他第一个通过的，我们完全不可能去挡他。挡他的理由是什么？伫咧正立后郭文泰时期，党主席少人来接，引起大家的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立法议会本地今仔要审查老人福利法的修法，国民党是提出65岁以上老大人综合所得税率无到20%，唔免纳健保费，引起真侪争议哦。国民党佮修正讲，若无到5%才免纳，也毋过卫生福利部是预告讲，安尼115年健保恐惊会破产，可能需要起保费。民进党团嘛认为讲会引起世代的对立，表示反对。经过协商哦，这法案会个继续讨论。另外，就业服务法修法，80岁以上的老大人唔免巴士量表的评估，得当请外籍看护。若要合作已经3读通过了，劳动部是表示遗憾。立法议会3日摆审老人福利法修正草案，上宽松的版本是65岁以上的时代综合所得税率无达到20%免纳健保费，引起医师团体反弹。虽然他兄下修正这综合所得税5%，依然是引起争议。立法议定下个月可以协商来处理。老人福利法协商之后，我们再行处理。让年轻人来负担长者，但他不一定是弱势的这种健保负担，已经挑起了世代的对立。另外一个也关系到是老人权益的，就是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正草案，要让80岁的时大人唔免巴士量表评估就当请外籍看护。不过劳动部长洪新涵讲，这可能会造成外籍看护强势市场的失去平衡，也可能让负担能力较低的家庭更加排斥到照顾的资源。不过在咧纳备联手之下，表决通过。供给面应该是这个劳动部要去努力的地方，他应该要去参考，不管是日本或是韩国的方式，好在薪资待遇或者是这个更多的福利吸引这些移工。经过修法以后，你要聘请外国进来这个看护，不用这个巴氏量表。当一个外籍看护面对一个要照顾这么难照顾的病人，
而他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到健康长辈的家里面，很多的外籍看护一定会动摇，重度的失能家庭产生很大的冲击。家长认为用年纪做免评的标准，恐惊是另类的年龄歧视。外籍看护是照顾罕有的资源，应该优先配置给有需要的人。建议废除巴数量表，改用长照 2.0 单轨评估，或第4级适龄以上就当请外籍看护，才当真正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调集委员建议即马立法院长韩国瑜已经同意讲，下班才要甲三读通过的选罢法、有财委法送到行政院，要来防止民进党提出失宪。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民是批评讲，韩国瑜这款做法是违宪又搁违法。国民党团今仔是强调讲，因为选罢法的修法还未完毕，嘛因为党内针对这3大法案做伙送总统府公告有疑虑，所以才会要求立法院下班才公布。柯总召真的是老很颠了哈。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书明批评民进党团总调郭建平，讲要罢免立法院长韩国瑜，因为韩国瑜伫国民党调委的建议之下，将愿甲三读通过选罢法、财委法送去行政院。林书明讲，党团内部对3大法案做伙送去总统府公告有疑虑。提复议大概有15天，我们要做一个审查跟表决哈，总共有25天的一个空窗期，请立法院慢一点送到我们总统府来公布呢。我想这部分也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议事规则。那也烦恼行政院若对宪诉法提复议，财委法甲选罢法申请释宪，那安尼这2个法可能下用旧的宪诉法，去互暂时处分，进一步冻结，所以那也大声出手。就下午前才要谈，韩国瑜是受制于傅文琪嘛，傅文琪叫他不能送，他就不敢送，所以我们干脆来罢免韩国瑜，让傅文琪来当立法院长，这样还比较实至名归吧。包括行政院的副秘书长、还有主计长以及财政部长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只是发言人自己的忧心，并不是行政院的立场。行政院的发言人可以用自己的忧心来随便捏造政府要重编预算的这样的谣言。针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财委法可能影响到明年度总预算需要定编，不过却由主计总处甲财政部否认。在野党立委批评讲，伊无下任，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应该爱换发言人，而且强调讲，若唔换人，会甲行政院人事相关的预算抬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艺人由先防指控强奸助理佮卡来手来，一审是互判8个月，佮再上诉。由先认罪悔失的，今仔高院宣判伊互判8个月有期徒刑，假罪5档，要交予公库200万。艺人由先伫8年当前强奸查某助理，互检方起诉。一审的时，由先虽然认罪，也毋过被害人无愿意和解，所以是互判8个月有期徒刑。第2审的时，由先悔失的嘛表示讲会佮甲被害人和解，望讲会当假罪。今仔宣判是互判8个月的有期徒刑，假罪5档。再来看在野党针对国土计划法提出修法，望讲较慢才上路。立法院今仔日3读通过了，同意讲延长到2031年进前才实施。嘛公告国土功能的分区图。另外，针对最近地方政府提出农业权补偿条文，落尾是无立法。一开始就讲特别牺牲、特别补偿，婚姻馆长张丽仙针对国土计划法修法，在1月时阵呼吁要甲农业权立法，指出农民承担伤过侪牺牲，国土法上路，农地发展受限制，必须要对农地进行特别的补偿。不过，权团批评认为这条文敢讲是要按算所有农地拢应该来大开发吗？我们等于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台湾所有的农地都应该盖成房子，没有办法盖成房子的，他们就是损失，政府要赔钱给他们。台湾难道所有的农地都要变成房子吗？权团批评安尼做，定会造成实际咧种植的青年农民无法度到摕到绩效合理的农地来做，将基尾造成灭农。另外，权团嘛点名，还要提高国土功能分区图的桃园市、云林县、南投县，认为这县市恐惊会沦为农地更较破碎化的方向。更加指出，桃园市已经完成分区图，说讲要成通盘检讨，无爱提高。这些地方政府的利益考量，其实完完全全就显示了国土计划的重要性。它应该要能够
遏制土地继续炒作、农地继续破碎的这件事情。款团搁一届呼吁国土计划法无拖刷的理由，应该如期来上路。针对农业权利法，农业部嘛无表示赞成，强调已经有对地给付来照顾土地所有权人，稳定粮食安全是有确保粮食安全的给付，其他搁有生态环境给付等等，重新照顾农民发展农业才是真正的农业权。内政部是讲，农业权不应该甲国土计划法揽做伙讲，向来立法会严重破坏国土的地势。记者林瑞平做台报报道。国际新闻来看，2024年的上尾一日咯，罗西亚甲乌克兰第59届共和政府超过150个人，是规模上大的一届哦。有的乌克兰人已经超过2年半拢无看到亲人，会当搁再团圆，真侪人拢感动甲流目屎。总算登到厝看到亲人，激动乍然今夜牵手，激动甲流目屎。36岁乌克兰边境警卫内斯切瑞特是30换政府的其中一位。俄罗斯乌克兰搁在换政府，有人是2022年2月战争一开始时阵就被抓去，甲他已经超过2年半。这嘛总算会人看到妻儿，甲5岁查某囝蓝美金。Плен попал я с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томной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Да, будучи на охране.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做中人调解，俄罗斯甲乌克兰交换几百位政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有189人回来，俄罗斯的国防部是讲甲150位乌克兰的政府提起换俄罗斯的士兵回来。Эмоции переполняют меня. Пока еще до конца не верю, что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что я дома. 这是俄战争以来双方第59遍换政府，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上大的一遍。第年尾的时阵，总算会当回去家乡，和这款政府特别珍惜。不过乌克兰虽然无公布和俄国关爱政府的连数，不过英国媒体 BBC 报道，总数是超过8000人。乌克兰讲，俄军伫咧战场摕到重大进展了，这几个月交换政府的谈判变得较困难。Команда координаційного штабу з питань поводження з військовополоненими працювала над вашим поверненням. Багато хлопців і дівчат вже повернулися перед вами, але багато ще залишається в російському полоні,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неволі. 俄战争也搁伫咧拍，美国总统拜登伫咧任期未改版进前，加强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伊伫30发声明讲，会提供乌克兰要加25亿美金，差不多代表820亿的军事援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宣布，美国也另外拨34亿美金的预算来支援乌克兰，应付因为俄罗斯加强攻击，基础设施被破坏的困境。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受到以下战争损长的加沙走廊，天气是真冷哦，搁落大雨。29有一个出世才20当天的红婴仔寒死，这嘛已经是最近这几礼拜第5个寒死的红婴仔咯。老爸阿巴特朗摸到出世才20天所娃娃寒死的祖妈，希望伊安息。祖妈是双生啊，另外一个阿弟已经紧急送病院。قمت هيك بقول للمرة مالك صاحي؟ لا بتقول لي ساعة بحاول اصحي في جمعة مش راضي يصحى. وعلي اللي بتقول لي علي ها الثاني هي مش راضي يصحى. قمت اخبط في الولاد زي هيك قلت له يا سخام البين ولاح. حملت عليه يا جمعة اللي مجمد لونه ابيض صار زي الثلج عندكم شوفوه هيك ثلج. 阿巴特朗讲，伊赶紧甲祖妈抱去冲出步旁要找人斗3天，也过袂赴啊。جمع البطران هذا الطفل لا يتجاوز عمره 20 يوم وصل عبارة عن جثة هامدة إلى مستشفى شهداء الأقصى هذا نتيجة البرد القارس أعداد الوفيات من جراء هذا البرد الذي اجتاح 这是加沙战争的第2个当天，伫咧飞地沿海地区的阿巴特朗一个火影8个人，只敢若4条棉被，暗时温度无到10度，一个火影救出火困。天气冷，搁落雨，早餐1个月双生啊，等到兄弟不旁才困第一暗就发生不幸。 كبيري ممكن أجمط أتحمل لكن إيش ذنب الصغير لا بقدر يتحمل الجو ولا بقدر يتحمل السقعة ولا بقدر يتحمل 做老母的摕到空的牛奶干啊，少的这条棉被内面也已经无包囡仔，大汉的囡仔也拢烫正脚。自从以哈冲突以来，加沙240万的百姓欠水、欠电、食的甲医疗物资拢无够。以色列当局是讲，已经准几多千台援助卡车进入加沙。不过国际领导机构讲，以色列军队一直伫咧阻碍物资进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极端气候的状况是愈来愈明显。今年10月，西班牙、瓦伦西亚落大水后做大水，造成231人死亡。有学者就指出讲，极端气候可能会愈严重，嘛愈到做大水哦。呼吁政府甲民间拢爱重视。规个街头拢是雨大水冲到东岛西歪的车辆。10月，西班牙的瓦伦西亚8点钟来落500毫米的雨，等于是因一年的雨量。Now that's a huge amount of rain, and very few cities are designed to cope with that amount of rain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西班牙做大水，不过全球却出现欠水危机。联合国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有3/4的土地平30年前更较打扫。后面气候变迁监测机构也讲，今年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年。So if the glacier disappears, that changes completely the hydrological regime. It changes completely the conditions for ecosystems. It changes completely the availability of water for farmers, etc. A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so with 11 months of data for 2024, we are now virtually certain that 2024 will be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厝尾顶的铁柱未堪得透强风，规片飞起。10月3度2风台扫来台湾，高雄市出现罕见的17级的阵风，规个城市雨风吹甲乱七八糟。气象署也头摆伫咧高雄发布风台强风过境的国家级警报。如果以气候变迁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最近可以观察到的趋势，跟未来的发展，大概就是说，干季越干，湿季更湿，不下雨的日数会增加。下雨的日数减少，但是只要下雨，都可能比以前来得大。学者分析，因为气候变迁，未来无落雨的时间可能会愈来愈明显，落雨的时雨量会变多，会变大雨。2024年，真侪所在拢有感受到极端气候的威力，人类要安怎应变，走向2025年，这是全球无法度走闪的议题。记者阮谢桂林综合报道。来看韩国的济州航空失事，造成179个人死亡。韩国政府宣布讲，全国哀悼7日。飞行机的2个乌阿爸飞行记录器已经找到。塔台是表示讲，机长捌通报讲弄到鸟仔要讨救兵，也毋过因为消防队应变的时间无够，未赴去救人。南韩史上发生上界严重的空难计工，搜救人员继续伫武安机场坠机的所在来清理检查。将机长2具乌阿爸已经找到啊，机长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外观破去啊，解脱时间可能要1个月。国土交通部30条开记者会讲，离到空难发生进前，塔台北发出鸟仔弄飞行机的警告。1分钟了后，机长就汇报鸟仔弄到飛行機，發出求救。5分鐘了後，飛行機就摔落咯。메이데이 세 번 선언했고요. 버드 스트라이크, going around 용어를 썼습니다. 也真侪人伫问讲，有安怎地面无派遣消防车喷一个消防杀喷扑来台面？国土安全部讲，猜测是因为时间未赴来协调。这个空难事件造成机顶179人死亡，只有坐伫个飞行机尾下2个空服员活落来，其中1个男性空服员规身躯真侪所在骨头断去，伤到颔骨甲胸坎骨，有可能规身躯拢无大震动，也伫积极治疗中。代理总统崔尚武39日凌晨来致意，下令善后工作完成了后，对全国航空运输系统进行紧急安全检查。国土部是对国内所有共机型的波音737-800型客机来进行特别的检查。这摆空难死者因讲拢是韩国籍，除了2位泰国公民，3000公里远的泰国乌龙塔尼77岁老爸目眶红，唔甘旅居韩国7年的细仔囝回乡探亲了後，今年拄到这摆災難。ทำใจเอาสินะครับที่ไปคิดตั้งแต่นั้นที่คิดว่าเหตุจังไดจำเป็นมันเกิดอุบัติเหตุแล้วผู้ใดก็คือกันบ่ว่าเพิ่นว่าโต伫武安机场边啊，开海鲜餐厅的业者讲，离到事发时听到嘣一声真大声，因为是附近的油槽发生爆炸，行出看了，看到坠机的所在，高烟一直冲出来，然后佫听到连续至少有7摆爆炸。原来伊对空难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附近常常有大间飞群来飞来飞去。南韩朝鲜日报报道，武安机场伫1999年金大中政府时期动工，2007年正式来启用。虽然附近5分钟行程外口已经有机场啊，不过为着讨好地方的选民而推进，又使用率真少，也捌出现民众伫跑道顶面拍险球的情形。
另外，地点瓦郡湿地保护区12000只冬天的渡鸟迁徙停留，真侪和鸟仔弄到机会相关的机场。这摆空难搁再暴露出机场地质宣布好的缺陷。韩国代理总统崔尚武伫9宣布为这摆进行7天的全国哀悼。美国总统拜登发声明致哀，讲准备好提供必要协助，也派出专家团队来赴南韩协助调查。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济州航空因为跑道上低哦，飞机降落的时冲出跑道，弄到墙位啊爆炸。来看咱的台北松山机场，跑道是有2600公尺，嘛无算长。也毋过哦，松山机场有一个EMAS的拦闸系统，飞轮机若冲出跑道，会当有存救的空间。班机冲出跑道了后，卡伫草坡机上乘客为冲去倒升推离开机舱。2004年，复兴航空班机降落伫松山机场的时阵，冲出跑道，敢若差15公尺就弄到围墙，一直到隔工又拖车拖走。运安会当时伫事故调查报告建议松山机场会当参考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对受限都市发展一家天然障碍物的跑道去EMAS工程拿走系统减害。EMAS 本身是一个轻质混凝土的结构。那也就是说，当飞机在一定的速度撞到这个轻质混凝土，飞机里面的发动机跟飞机的蒙皮结构都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所以这个轻质混凝土就会散成一个粉末状。运安会表示，EMAS工程拿走系统使用紧脆的材质，会当吸收飞机冲浪的能量，特别适用到飞行低跑道机场。松山机场嘛捌伫面册专业介绍 EMAS， 就亲像是叉架啊搭起来，万一飞机脱离跑道尾站，会当有效降低飞机的损害。伫全台湾国际机场、通机场甲台中机场的跑道，拢超过3600公尺，高雄机场跑道原来有3100公尺，上机跑道相对上低，嘛是台湾国际机场唯一有装 EMAS系统的机场。学者指出，无论是 EMAS 还是机场围墙紧脆的材质，拢是预防性设备。那是用伫即届济州航空事故，效果嘛有限。EMAS 也不是一个万灵丹，如果今天它脱离跑道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就是逃脱了这个 EMAS 可以拦阻的这个效益。那是有人嘛关心，如果飞机机型737-800型安全议题，民航局表示，目前咱国敢若发行有10台737-800，机龄9.2年，已经要求业者检视航机记录计相关系统检查的次数、测试的项目甲记录，同时要求业者针对所有的机队，伫空机的时阵，若是拄到任何紧急状况，应该按照标准流程处理，甲地面联管单位保持联络，寻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连面要歇寒，嘛要过年咯。观光署昨公布108间爱注意的旅行社名单哦，有52间旅行社停业，12间哦已经无执照，有36间是申请解散，所以呼吁民众若要出国去旅游，就要特别注意。剩无甲1个月就要过旧历年啊！真侪民众拢会趁年假的时阵出国游览，为着避免佮拄到年千200外人对团去越南富国岛耍，束缚旅行社放鸟的事件，交通部观光署第30也公布上新的4间名单，建议民众咧选择旅行社进前，会使先看旅行社是毋是合法，避免家己的权益受损。我们这边有看到非常多的案例，是消费者其实在发生纠纷之后，才回头才发现啊，其实他找的可能不是合法的业者，这样的情形其实蛮常发生的。所以我们这里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讯息发布，做相关的查阅。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旅行，就是消费者在保障自己消费者权益里面，在你真正出发之前可以做的相关的预备的动作。观光署指出，根据7月到12月的统计，下半年总共有108个业者伫名单内，其中有54间是公告停业，也是捌公告停业；12间废止撤销执照，申请解散有36间，也若保证金封口也有6间。另外，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表示，民众除了参考观光署提供的名单以外，签契约的时也要注意家己的权益，确定收据契约敢有正确。咱若交钱旅行社，爱甲摕收据。这旅行社这个收据叫做旅行业代收转付收据，然后爱签契约，爱签这个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书。观光署嘛呼吁签旅游契约是对家己甲旅行社双方的保障，民众伫正式签约进前，千万要注意旅行社的经营状况。除了透过每半年公布一届的4间名单，民众也会当伫观光署的网站查到所有合法业者的资讯，避免家己的权益受损，嘛通安心旅游。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
3天前，台中市学校午餐自治条例规定讲，禁止内底进入校园，禁止使用非国产肉类的加工品哦。行政院是宣告讲无效，台中市政府嘛提起行政诉讼。2审最近宣判是判台中市政府胜诉。台中市政府2021年修正学校午餐自治条例，规定学校中昼顿袂当使用肉品原料来源，毋是国产之果是肉类加工品，也阁袂当检出乙型受体素。了后，行政院函告无效。台中市府提行政诉讼，30号2审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前者符合学校卫生法，市府胜诉；后者违反食安法来败诉。提供给学校的午餐不得使用肉品来源非国产的各式肉类加工品。那我们认为这一块是跟学校卫生法的立法意旨是相符合的，在自治条例里面去规定说，肉品的产制品不得检出乙型受体素这一部分，它是属于中央立法事项。这个自治条例是一部胜诉，一部败诉。最高行政法院表示，袂当使用肉品原料来源毋是国产之果实肉类加工品，原处分特销，袂当检出乙型受体素，上诉驳回，专案确定。判决一出来，家长对学校食安把关看法无同。他们的把关标准又是如何？其实我们这边大家，我相信以家长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了解。会担心。对对对。我还是相信台湾的食品把关。至少不会有那一种可能看不到的杂七杂八的去加进来的这些东西。台中市长罗秀燕31号表示，感谢法院的判决，确认市府在学生午餐食材选择方面有地方自治的权责。台中市政府那我们会加强这个稽查的能量，确保这个校园里面师生都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市府强调，对于判决败诉的部分感觉遗憾，后续会加强肉品源头甲市民的客查抽验，主动公布检验结果，提供民众消费参考。记者台中报道。来看今年9月，台中的公车弄死大学生，市政府是宣布讲无限期大执法。也毋过统计指出讲，今年台中公车的事故甲死伤的人数，拢比旧年较侪。昨午有公车冲红灯，险啊去弄着人，有民众嘛批评讲，这款的大执法根本就无啥效果。一台汽车经过台中市西区英才路甲常常北路口，不过一台台中客运公车直接抢红灯开前景开过，市顶一行的汽车差点就公车弄到，事发了后，这骑车查某人赶紧回头看，敢若行一个，整个过程拢有后车给翕落来。因为我们的车速并不快，我跟那个婆婆的车速都40以下而已。那台公车大概有60到70吧，就咻一下就过去了。我跟那个婆婆，她如果再慢一点，或是我快一点，不是她就是我，就是被那台公车撞了。台中市公车9月2日发生弄死女大学生事件，事后市府宣布大执法。不过进前南屯有通联客运，市区的公车抢红灯，当场互警察抓来。代志过3个月，公车交通违规事件依然常常发生。警方讲会开发，业者也承认司机违规，会记大扣奖金来处罚。显示影像违规行为，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第1项规定，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之交叉路口闯红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款。这个价怎么给他记大过处分？他也会减发奖金。同时我们也会把他带回来做一个沟通教育。台中市交通大队统计，今年1月到11月公车交通事故总共583件，造成死伤238人，比去年同期增加8件16人。市府讲公车大执法是无限期的，政府也受安排稽查，不过民众却是无什么感觉。执法好像没有那么积极。就是知道他们有在关心，但是好像没有很积极，就是在注意这一块这样。台中市交通局强调，已经要求各公车业者先尽管理的责任，相关违规的事项会依照契约的规定来扣减1000到5000块违约金。警方也到客运公司来宣导交通安全的观念，不过成效真有限，也有民众无啥相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高山区的民生国校为着学生的安全所以用塑胶绳甲校门口的通道拢围起来。也毋过，所有过路人是真怨叹讲，安尼因真歹过车路。今仔早起，警察去勘查，发现讲围起的范围部分占用着道路，要求学校先甲塑胶绳刷走，会邀请相关的单位来改善附近的交通。
来到明成国小校门口，工作人员当咧甲道路围起的路洞客走，无煞开进前，校门口点仔甲路边外围其实拢围起来。行人行伫林荫道，想要连接到路口的行船线，都要甲汽机车来争道。看人咧闪啦，无往足严重安尼，也是看人咧闪啦。你若闪动的是若车要过身，就较危险。行人一直强调路权，可是我不是永远都是行人，因为有时候我可以是摩托车骑士，或者是我是汽车的那个开车的人。然后我觉得就是没有一定啊，就是有时候可能要因地制宜。这种状况为学校创校以来就存在。30号民众经过，认为对行人无介友善，学生行路的安全嘛可能受影响，卡市民转线申诉。学校回应，围起来区域是校地，主要是因为无动的时阵，常常汽机车入来，烦恼行林荫道的学生有危险才会安尼做，会伫个毋是上课的时间，把路洞刷走，方便行人使用。车可能会造成对向车道的视线死角，然后发生车祸意外。那我们考量行车者的安全，才会在非上下课的时间把它围起来。校方设置三角锥，用以管理校内车道停车，以占用到水沟盖范围。本分局已责令校方改善。林荫道甲行船线之间，因为是路洞出现断层，嘛有民众认同学校保护学生的做法。不过当地常常看到汽机车甲行人咧争道，嘛互警方认为无妥当，会报请交通局等相关单位来会勘，找改善的方案。记者王刘婷、柯正准高雄报道。外来种青皮杜丁伫南部四界摊破坏农作物。农业部伫高雄屏东开课，要训练民众来掠这种青皮杜丁换奖金哦。早是开第一班，是成100多人来参加。专家掠青杜丁示范掠着了后，安怎拔起来？南部青杜丁伤济，农业部用民间示范来换奖励金政策。高雄第一届训练30下晡开班，吸引100多人参加。额外胜算外快了，找时间打发，因为有很多从事一下不同行业。现在绿鬣蜥比较泛滥啦，因为我们家自己也有农作物，所以也是会担心。无同行业民众踊跃参与，有10多年拿宝经验的专家讲解指导，安怎找青杜丁以及猎技巧甲装备，避免误伤民众也是家己。2个工具，第一个是钓竿套绳，第二个呢是蛇夹，一个比较安全的。然后民众比较容易取得的。都惊有民众故意饲来换奖励金，农业局表示，青杜丁是禁止生团饲养的物种，会加强辖区内宠物店的稽查，嘛提醒生团的成本恐惊比奖励金较济。有野外的蛋，然后去孵育成一个小的绿鬣蜥来教。我们有询问过专家，其实这个成本效益太高了，所以也可能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完成训练的民众会当领证合法掠青杜丁，奖励金依照大小计算，为喙到尻川孔较无30公分，奖励金100块；30公分以上的青杜丁，奖励金250块。那高雄、屏东同款第30开班，150个名额报名迄天5分钟就满额。可能会发给现金，或是等值的礼券，或是说相关的这个同样价值的相关的农产品。屏东已经掠超过4.4万只青杜丁，创历史新高。因为农业部明年目标是掠到12万只，南部县市明年也会持续开班，希望民众做伙响应拉布，赶紧控制青杜丁族群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仁智潭的龙虎塔，去年6月发包征收，虽然阁还未完工，也毋过已经有一寡灯光的设计，所以引起真侪讨论。有人批评，有人娱乐，咱嘛做伙来看卖。日到暗时来到高雄有名景点仁智潭，网友发现地标龙虎塔，画出蓝色、感觉色、旧色、红色、桃色的灯光，呈现无同风貌，要点名输去仁智潭，甲翕到点灯了后龙虎塔。不过，这画面也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认为讲无好看，也有认为跟那走马灯大型的罐头塔同款。我觉得呢，我喜欢看这样漂亮的来宾。所以你觉得它是美的吗？不用那么五颜六色，我觉得它可以用点灯光，但是可以再多凸显出，比如说那只龙和那只老虎，让它更明显，可是不需要用到那么绚丽。龙虎塔因为老旧的问题，2023年6月开始发包来征收。这阵7层楼高的龙虎塔点就这灯光，甲以往无啥同款。有一寡旅客认为讲也会使来调整，不过龙虎塔所属的自治警是强调，灯光这阵也伫咧测试，也未定案，包含征收的工程在内，明年1、2月才来完工。
地做我一个气味啊，单做好的啦，过鱼料的啦，过年前快好卖啦。我哋在毋是政府的。网友对着龙虎塔点顶批评，自治宫主委也无啥认同，讲龙虎塔是一个庙方的财产，所以吧也是规划设计拢是庙司来决定，无需要外界详细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连面特别迎接2025年咯，台南市今年第6档办跨年共建祈福的活动，计共是有200间的宗教团体来参加哦。这表示嘛准备限量的纪念品，要送给民众，祝大家新年好彩头。31暗暝，主持一曲摕金锤来敲钟，这已经成做台南特色的跨年活动。今年台南市民政局串联200间庙司教堂，开放给民众来参与，因要透过敲钟祈福，用钟声代替炮话声来迎接新的一冬。今年上特别的是，阁有一庙埕、一舞台计划，甲庙埕成做表演场合，民众来讲钟祈福，也通欣赏表演。这是台南上好的文化。安怎讲？因为安尼争取大家心肝较合济。这个活动伊上界实际意义，咱嘛是想讲，要伫每一支的庙口，伊的庙埕就是一个舞台安尼啦。就是讲，伊会当美好咱在地一寡表演团体，咱实现咱一庙一舞台，也是讲一家区一舞台这个想法。为了响应敲钟祈福活动，有不少公庙嘛送出限量的礼品，要互民众好彩头。像关新红发1个美金兼钱宝，现在玉圣宫庙方是摕本家用来做神桥甲门神村的金丝楠仔来做葫芦送互信众。另外，新不断是发挥创意，因庙内小发啦文化的乌鸡意象，甲设计做悠卡的导游，要互人随心扎的保平安。本身就是咱的扫除清净破坏的功能的效果。有当时对市民出去办事互拢用乌漆这支法器去扫除内底一寡无清气的物件。用这个金丝楠木来做这个葫芦吊饰让这些信众一些人来年能福气气福气满满的。这个活动对2019年由集福宫、中福宫、祝福宫烧招发起，起头干那几间庙尔，即摆拖到全台南各地头的庙来斗老节，因期待透过这个活动，甲大家苦活来，嘛促进宗教甲在地民众的交流。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台北大桥顶有一间1930年起的颐和台商行，旧厝是保存了真好。所有权人今年甲旧厝提上文字诚意，文字大会7月8日通过，嘛真做是大桥顶第100间的历史建筑。这是土块啊。所以这个土角。土角。内里的外石楼梯、土砖啊，甲有壁路，拢是日本时代留落来建材。这是台北大桥顶颐和泰商行，因为甲日本时代建筑技术甲艺术价值保留了真好，所有权人伫咧今年提升台北市文化局的文字升级，咧30通过文字大会，摕到历史建筑的文字身份，是大桥顶第100个历史建筑。大稻埕著名的米商陈德贵先生在1920年到1930年间创建的。那陈德贵先生他跟邻近的庄一芳商行经营者庄辉玉，还有郭一美商行经营者郭乌龙，他们3个都是当地的富商。那当地人也称他们为三仙。这栋建物起自1930年代，原厝主陈德贵是大桥顶的米商，目前大桥顶颐和泰商行的负责人陈明忠，伊讲家己自细汉伫咧大桥顶大汉，真介意日本时代建筑，为着要保留囡仔时代记忆，已经向所有权人说出10几档啊。即个颐和泰商行摕到文字身份，伊嘛感觉真欢喜。迄阵台湾无即种建材是拢进口的，所以去市政府选着，这嘛算好啦。无你若讲掉是都无当看到迄个历史啊。后壁都是土角厝，头前是洋房。这栋颐和泰商行对1930年代日本时代到达，见证大桥顶的繁华甲历史。台北市文化局指出，目前大桥顶拢总有11个古迹、100个历史建筑，为着要让历史建物拢得到真好的照顾甲维护，文化局嘛鼓励民众来申请文字，有税务减免甲修复的补助。记者陈阿轩、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西班牙马德里有一间教堂内底神父嘛是一个戏剧的演员，伊甲教堂设计做一间以黄色阿米亚做主题的教堂，后来做弥撒的民众是感觉真心色，嘛是真侪游客专工来参观。
黄色鸭该吃落了，发出蠓牙色的高级叫声。媳妇刷来用马桶露为众人嗅水，然后放入喙内入喙去。原本严肃的弥撒仪式，伫马德里即间以黄色鸭为主题的爷爷教堂内，以前拢变甲真好耍。Si yo tenía un Dios, ¿cómo podía ser el Dios? Entonces empezó a pensar, el Dios no era todopoderoso, los payasos no le gustan las cosas todopoderosas, tendría que ser una cosa pequeña, una cosa sin trascendencia, una cosa infantil, sí, una cosa para los niños, y llegó la idea de un patito. 戏剧演员出身的神父决定拍破传统宗教的教条甲说法，选择用黄色鸭带予民众笑话甲欢乐，最终以用变笑方式将弥撒变甲趣味了后，相关影片伫网络唱起来，也吸引不少游客来现场体验。这里一对新人来爷爷教堂办婚礼，因头壳顶的花冠、手挂的手指，拢有黄色鸭元素。10年落来，这个教堂愈来愈受欢迎，成做马德里热门的观光景点。Ha sido una pasada y se lo recomendamos a todo el mundo que no se lo puede perder cuando venga a Madrid. 这个另类教堂以黄色鸭为目标，五路性质大过宗教意义，来参加过聚会人，拢互因真悬的评价。不过，伊只伫拜五到礼拜日特定时段开放，想要参加弥撒，爱事先预约。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华东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每一个人拢有袂当献互别人看的一面，对朋友、对爱人啊，甚至对厝内人嘛袂